各位麥 Sir 嘅同學仔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前香港三項鐵人 Abraham 郭宇亨。咁而好多謝麥 Sir 邀請我同大家去講幾句説話，因為咧我自細咧其實患有讀寫障礙同埋專注力不足，即係大家所講嘅特殊學習困難。而呢一樣嘢係正正係影響咗我嘅一生，因為到而家文字都係我嘅敵人。但係我冇因為咁樣而放棄過尋求自己嘅夢想，或者發掘自己嘅舞台。而運動正正就係我嘅發光發亮嘅舞台。我相信大家而家喺讀書嘅時候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困難，但係我相信只要你哋能揾到自己嘅舞台嘅時候，總係有方法去到克服佢。就好似我早排都同浸會大學進行咗一個研究，並且進行埋呢個發佈會，希望幫助更加多有需要嘅小朋友。我做到，我都相信你都能夠做得到。大家一齊加油！